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真假假之间》节目，我是碧纯。那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现代人的媒体识读力。那在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要来探讨的是资讯查证的重要性。因为呢，现今的社会到处都有可能有假讯息。那如果我们民众呢不小心误信了这些假讯息，就有可能会触法啦、伤害身体啦，或者是说造成社会的秩序大乱，引起恐慌而且有可能会被诈骗人财两失。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2位来宾，要跟观众朋友来谈一谈，到底如何来分辨真讯息跟假讯息，而且呢，应该怎么样做查证。好，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2分局的陈永志副分局长，欢迎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这位是我们长荣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助理教授张英韶老师。大家好，我是张英韶。好，那现今的社会真的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真假难分嘛，对不对？所以老师，如果我们呢不要误信这些假讯息，而且不要去害到别人，我们就要来做好查证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就请张英韶老师来为大家说明说，到底我们的查证呢，这些资讯到底是真是假的，这个查证这个工作到底有多重要？是。现在的讯息真的是满天的飞舞那我记得前几天要睡觉之前，就发现很多人在脆上面，脆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网络社交平台，不断的在讲阿南德的预言，也就是在当天应该是说隔天的凌晨3点47分的时候，台湾会有8.2级的大地震，结果就发现很多人不睡觉，在等着。那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8.2已经超过了我们基本的科学常识，也就是学校讲的8.2，在台湾玉山都已经掉一大块了吧。那又说是阿南德，我心想阿南德的印度语怎么大家都知道，而且疯狂的一直在转传，所以搞得人心惶惶。那当然这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么多的讯息在平台上，大家这么热情的纷纷转传，到底在转传的时候，你真的确定它是真的吗？因为转传跟分享只是一瞬之间，但是那个后果是不是可能就导致一个社会人心的不稳？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要这么热情的转传跟分享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跟心态？所以或许我们民众在遇到这一些你看起来极为惊悚，或者看起来好像很吸引人的讯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多留1分的心眼在？对，没错，因为呢，如果你没有查证然后就这样子一直转传，像刚才老师讲的，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像最近有一个日本漫画家嘛，他预言这个可能会毁灭大家也都很紧张。听说日本政府很紧张因为很多人不去日本了，而且机票还下跌，所以我们要不要逆流而上？但是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根据在？对啊，就是大家都会这样子变成说，这个讯息是真是假，不确定，还没有查证的时候，然后大家就这样一直传，然后传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会引起这个恐慌，对不对？然后社会秩序就会大乱，甚至世界秩序都大乱所以查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好，那其中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近年来其实最严重的被诈骗，这个可能就是假讯息，或者是说一些假交友啦，然后假投资等等引起的，然后让我们这个社会上真的这个诈骗金额很恐怖我去查了一下资料，我们在2024年去年，其实呢就已经被骗了1300多亿。1300多亿，不是1300多万，哇，这好恐怖的天文数字哇，听起来真的是为什么在2024年这样子？然后上个月其实5月份的时候我们光2025年的5月份就有87亿多，哇，一个月到底是怎么样被诈骗的？所以这个有很多就是因为假讯息没有查证，然后才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诈骗这一块，我们台湾真的现在很严重。那我们知道说政府也是很积极的要来预防不要让民众这样子财产损失真的会活不下去了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来请教我们的副分局长到底目前呢有一些最新的一个诈骗的手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分享？好，是那
最近这个比较常见的诈骗的手法，有所谓的钓鱼简讯因为现在民众大家人手一支这个手机，那所以取得的讯息也常常从手机这边获取了对。那诈骗集团会利用这个简讯的钓鱼简讯来诈骗民众去从这个简讯去做连结。那连结就连接到他所做好的这些相关的假的网路，然后去要求你可能输入一些你的个资，然后去收取所谓的验证码，然后就进行到诈骗的这个目的了对。那所以我们遇到这些简讯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是要去做查证不要就随着这个简讯里面的内容去做连结点选，那这样子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财产的损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副分局长，其实就是说，您刚讲的那个，我多多少少都有收到，什么银行通知我啦，对，对不对？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说购物平台，因为我们常常上网购物嘛，对，他就会跟你说啊，你又不小心又什么分期付款，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我知道副分局长非常认真的帮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我们的字卡，要让民众来了解到底呢这些恶意的连结有哪些大家看了以后都要非常的提防，非常的小心。来，副分局长。就像我们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这个钓鱼简讯。那诈骗集团他会假冒政府机关或者公营的单位，然后发送看似很正常的一个罚单的简讯通知或者 email，那内容会让你非常紧张，然后又焦急。比如说，你的车辆因为违规停车产生罚单，尚未缴清，如果3日内没有缴的话，那将移送法办，然后请点击下方的连结来完成这个缴费。哇，那这个诈骗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对啊，那其实连寄件人都设计的好像是官方单位，对，然后点下去就惨了，没错，对不对？所以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所以这个预防这种这个钓鱼简讯的一些步骤，一定要看清楚寄件的来源。它是从哪边寄过来？因为我们政府单位不会透过陌生的信箱来寄送简讯，是，然后不点可疑的连结。那因为遇到不明的连结，千万不要去点选去连结，那更不要输入个人的个资那另外有疑问就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这个就马上可以帮民众来判断真假，避免受骗了最后提醒大家就是罚单这个不会这样子用简讯的方式通知大家，那所以有疑问的话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进一步做查证。对，所以副分局长就很多，他会冒用那个公家机关，对不对？像我们就会有那个什么医疗机构啊，还收到说，你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我就想说，奇怪，我什么时候去做检测报告？然后如果我不小心把它按下去的话，惨了，他就直接连结，然后后面还有一连串的诈骗，然后他就会假装他是不是医院的人，继续的骗你，对不对？所以我们民众，如果你觉得说，我最近没有体检，我最近没有违规停车，你就一定要另外的再自己去查电话，不要按他的连结啦，对不对？一按就惨了，他的连结都是假的，对不对？好，那针对这个部分嘛，张英嫂老师，你有什么看法？现在真的是无所不骗，你应该也常常接到这类似的简讯吧？对不对？刚刚这个主持人就提到了我们购物嘛，对呀，对，那像我们读书人，我连博客来都收过。对，就是从博客来的。那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每次购物完，我都忘了登出。对，因为他当然他们的设计不好是24小时，你如果都没有运用，他可能就会帮你自动帮你登出。可是在这个时间段，已经可以让有心人士做很多的事情了。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奇怪，为什么会通知我，而且还电话打来的哟？那我就觉得应该不可能吧？可能我们自己这个。都在谈媒体素养，疑心病比较重一点。疑心病，我现在发现疑心病是好事。对，那我就跟他说好，我知道了。那我会再通知我的助理跟我的秘书处理这件事。他就跟我说啊，买书这么小的事，你还要助理帮忙哦。我就跟他说没有办法啊，我不会操作网络，这些事情都要请助理。
他就说：“哦，安尼我教你啦。”我讲：“哦，安尼我嘛是听无啊，我都无账户嘞，嘿。”啊，我就跟他说：“那我问一下，你晚点再打来好了。”他就说：“啊，今晚哪有人袂晓这？我还被他念呢。”他还瞧不起你呢，对，还瞧不起我呢。我就跟他说：“哦，啊，袂晓就袂晓啊，你搁老我嫌。好啦，较乖你较卡来。”哦，就一副他就不再打了啦。因为他可能就知道这一支是无效电话。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现代人真的疑心病要重一点。还有，你记得登录，你就要记得退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方便的有购物平台啦那个账号一直挂在那里，然后每天都滑。其实滑购物平台挺有趣的呢。对，没错。我不知道那个我们副座会不会跟我们一样有会购物吗？会啊，也会网络购物。对啊，因为现在网络购物太方便，对不对？真的，所以常常我们就会忘了，而且买了哪些也忘了，所以他通知说你的货到了，我们就乖乖去领了。对，领上来以后打开才发现不是，所以现在好像政府也要求了我们的便利商店，没错，要协助我们做退货的这个服务。我也退过一次，不止你，我被骗过。我那次说很多钱没有，其实就是600多块，他都会1000块以下啦。对，太贵你就不会领啦。对。然后我先生就跟我说：“哎呀，不要为了那个在那边登录这个弄那个。”我说不行，跟他卯上了，你就是要回来。对，这些600、1000的加一加全台湾。像碧纯应该也有收过，我收过900多的啊，但是我是坚持要去要回来。我也是坚持要去要回来，因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不能让他得逞的问题，而不是他几块钱的问题。对，所以可能我听说了，那个便利商店的那个工作人员刚好是我学生啊，是，所以他帮我的帮我退。那但是我学生就跟我说，老师，很多人都不会为了这种钱。小钱，对，我说连你们年轻人也觉得这是小钱吗？他都还没工作就是小钱。有啦，他打工了，打工。对，他们也跟我说，因为麻烦。那我后来发现，的确在整个互动的过程里头，也是有一点小麻烦，因为他还要确认你的购买，确认这件事情是不是非你的原因产生的，然后你还要提供他一个户头，还要给他那个户头的影本。对。那在这个过程，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真的有麻烦。可是麻烦有什么关系呢？所有的安全都需要我们多一点点的麻烦，就包括讯息的查证跟确认。所以有网购的朋友一定要记住，要写一张自己的购物清单。对，我们就是怕麻烦呐。太方便购物了，所以我们就按出去，然后就。等着被骗啦。对，老师一天可能收好几10包，所以他不晓得哪一包是他买的，才会被骗。那我之前的案例也是这样啦，就是他同时跟我另外一件一起来，我就一起付了。我也是啊，对啊，就是这样啊，他就是一起来，他们怎么都能够一起吼？他都有窃取我们的个资，对，所以我们还是真的要很小心，对不对？要特别注意。对啊，所以副分局长，所以其实现在诈骗集团真的很厉害，他们那个个资，大家的个资其实就像我们刚讲的经验，他们都有，对不对？那很多民众会去报案嘛？这个诈骗的，目前你们受理的状况应该很多吧？应该算也不少了哈。那诚如刚刚我们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像今年1月到5月份，整个台湾的诈骗金额大概是390亿啊，390亿耶！ 1到5月份，那我们台南呢？台南1到5月份就损失了大概27亿，其实相当的吓人哈，占了大概将近7%啊！我们用这个来证明咱们台南的软实力嘛？对啊，台南有钱人太多。所以我们警察其实也无所不用其极，铺天盖地的以任何方式在做宣导，就是要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被诈骗集团以任何方式来进行诈骗。那减少一份的这个诈骗，当然就可以减少民众的损失了哈。这是我们警察目前很期望，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对。好，那其实一般的诈骗哦，就是也很多，但是有一种民众会更相信，就是他利用这个军检调啦，然后警察什么假冒他们的身份，然后大家看了就会有相信哦，都司法官法官警察都找我了，很多民众就会突然间失去判断力，认为是真的。所以我们要请教副分局长，这个假检警来诈骗，是不是状况也很多？对，好，我这边也有做一个这个板子哈。那因为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其实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行骗手法，可说是年年都上榜哦。但是你会想，为什么这些老梗怎么都玩不腻？它就是有效才不腻啊。重点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一直骗得到钱啊。对。那根据刑事局的统计，这类的诈骗手法那大概受害者多为50岁以上的民众。假检警是骗50岁以上。对，那平均财产的损失也都上百万哈。那可以发现，就是高龄者对于这些假检警的这个行骗是比较容易受骗，比较容易相信，他们相信公部门的权利。对，就是而且高龄者他们的钱比较多，我觉得这边诈骗集团也是会去利用我们台湾人的那种善良。对那公部门大概跟你提到什么状况，你大概就会去做这样的相信，所以就很容易就被骗了。被骗。对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假检警哦，其实也有很多方法也可以去做这个辨识啊。辨识。那比如说，那诈骗集团会传简讯跟你说他是警察、检察官或者公家机关的人员，说你可能涉及洗钱，或者你的个资被冒用，就让人家紧张起来，就是他假冒身份。对，一听好紧张啊！我个资被冒用怎么办啊？我就很紧张了，是不是涉及到刑案？对。再来就是要伪造，他会伪造公文，然后假借来你要调查你。那所以他们会要求你加入特定的 LINE 或者通讯软体，甚至寄送假的司法文书，要求你配合，还强调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可以告诉别人哦。对，就是这个侦查不公开，然后要求你要交付财产，那就是要以账户监管或者案件调查为由，所以要求你提供存折、印章，或者将这个资产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然后接受这个监管。那接下来就要求你转账汇款，那甚至会请你直接把钱汇到指定的账户，或到某个地点面交这些保管的款项，所以这些其实全部都是诈骗哈。那警察或者检察官也不会去要求你在电话中做笔录。那也不会用赖在问案，说用赖来问你笔录，这个都不可能，对，一定会现场跟你问嘛，对不对？那你听到这个要面交、要监管账户，这肯定就是诈骗。那个也不可能说有检察官会派着书记官去家里跟你收钱，那是不可能的事哈。对，所以接到这种可疑的电话，千万不要紧张。第一个听他在讲什么。接下来把电话挂掉，然后我们第3步骤就是接下来就是做查证，对，那就跟我们有网络上，我们就电话断掉之后，再去网络查询这个机关的电话，我们再拨过去，不要随着他电话还没有挂断，就说我帮你转接到这个单位，其实只是交到他另外一个诈骗的。他假装是法官、警察的，对不对？对，然后又转到另外一个人继续骗你，所以碰到这个诈骗的部分，就是一定要特别小心做查证。对，就是反正一定要查证再查证。那你稍微刚刚老师讲的有点怀疑、有疑心并没关系，我们宁愿多怀疑，不要被骗。你就怀疑了，就赶快去打165或打到警察局都可以，对不对？来，老师。没有，其实真的台湾人民就像刚刚副分局长讲的，太善良，尤其50岁以上的人，我们都走过一个比较恐怖法治年代。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些人家说的警察啦、法官啦，我们就会很紧张就对公家部门，其实像我自己收过的是健保局打来的，他说我的健保卡在什么地方用，那问我是不是有调了健保卡，因为他们认为那跟我的户籍地不相符合的地点，是很有趣我就说好，那在哪里发现？他就说在台北树林。我说太好了，那我户籍地在哪里？
他就跟我说：“啊，你家己户籍地伫对，你唔知哦。”我讲。我嘛袂记得我登记带啊呢，嘿，他就跟我说啊，不过你树林就是你会来你树林啊，你敢有来树林呐？我讲我嘛唔知呢，我问阮囝看卖啊嘞。然后我就讲，我现在我接到这种我不能理解的电话，第一时间我就是装傻。我不知道，嘿，然后接着就是挂电话，因为很多人会跟我说，老师你真是好脾气，一听就知道诈骗。你就可以跟他对骂。我说我不要，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知道我哪些讯息。对，所以我就会是用装傻。那刚刚副分局长会提到说，让他给他挂掉。对，我们就赶快下到挂掉也没关系。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些假讯息，或者是说从公部门来的，你千万刚刚副分局长讲那个很重要的点，你不要让他帮你转传，或者他给你的电话你不要用，因为事实上你在 Google 里面，我真的教会我们家的长辈用 Google。其实长辈很多不会用 Google，他不知道要怎么搜寻，怎么查证。对，但是他们会收很多什么赖来的讯息，赖是老人家很重要的朋友，没错，没假崩拢你赖丁管。所以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 Google 不太会使用，一定要弄清楚。那家里如果有长辈 Google 还不太会用的，那你也一定要教会他。那真的再不行的时候，你就帮他确认。但是很多长辈，我也发现很多长辈有一个奇怪，他不愿意示弱，所以他不太愿意去问自己的孩子。怕被小孩子看不起自己，说你年纪大了不会用。嘿，那他们这都不知道，因为我有一些老人家的朋友很妙，宁愿来问我，不问自己家的小孩。可是有时候出来外面问别人，那反而延误了一些时机。因为我遇过的是刚刚副分局长讲的，就是把自己的账户去交付的，交付完了之后越觉得不对，才来问，都来不及了。所以其实我这里是很想呼吁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请要多关心家里头的长辈。如果你有看到今天的讯息的话，主动去关怀。那我们所有的长辈，如果你有看到今天的讯息的话，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科技进步太快，咱唔捌是正常的，好不好？对。咱真正会当唔捌，不要紧，你相信我，其实我做老师，我嘛做侪唔捌的，我拢爱问我的学生。所以这一点，我真的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再三呼吁：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放弃。我们就询问，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啊， okay. 没错啊。像我个人，我也是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所以我都会上网去搜寻，对不对？然后不要误信假讯息。所以副分局长有很多民众他去报案，是因为可能有赖啦、FB 什么的被诈骗的这种状况蛮多的嘛。对，那我们也曾经看到民众是怎么去跟这个诈骗集团去结合在一起，就是脸书。那脸书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很多人会用的一个社交平台的一个工具。那脸书，你像我们正常在使用脸书的人，我们会使用我们的头像。对。那当然，教授可能就会用他美丽的头像。那诈骗集团他就会创立假账号。那看到我是一个中年男生，那他大概就创一个大概年纪相符的女生的头像，跟你加好友，跟你加朋友，机会比较大。反之就是一样，异性加好友。那你可能那时候可能就去不小心点选了加了好友之后，就慢慢每天嘘寒问暖，然后渐渐的跟你讲，我这边有一个这个投资的管道，然后稳赚不赔的，要不要参考看看？然后以后我们说不定还可以共结未来的美好，可以进一步的交往。然后就这样子又陷入陷阱了，又介入这种假招友的诈骗，然后他的诈骗金额都非常高。那我们也曾经碰到这个民众一位妇人来报案，他说他被骗了100多万，也是因为这个脸书交友，然后变成好朋友，然后每天嘘寒问暖，然后让他很窝心。然后没多久就老公老婆相称，然后就骗他加入这个投资网站，然后就一去不回了，就损失了100多万，然后再来派出所报案。
哇，所以他们这个会长期经营呢，不是说一通电话就骗你，他会长期跟你做朋友，对，让取得你的信任。其实现在有另一种 FB 加好友，因为现在 FB 多半都是长辈在使用啦哈，像我们的学生已经是本质上不用，那所以都是长辈哦。那我最近收到最多的来加好友的，反而是我认识的人呢。然后它上面还写了哦，我的前一个账号被入侵了，被怎样了？所以我现在新创的这个账号，然后你记得哦，旧的不要用了，就加这一个新的，而且就直接写在他加好友他的人像栏位里。所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那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奇怪，我的老朋友怎么这么会创账号？所以我就会把那个截图，然后用 LINE 再去问一下我那个朋友，告诉他你有新设账号吗？通常他们都说没有呢，怎么有这个？我说那你的账号被入侵，你的名字被诈用，你的头像也是被盗取了。他们就跟我说怎么办？我说你可以检举。但是事实上，老人家不会检举啦，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检举。那其实老人家通常最大的，我觉得长辈最大的问题是隐私权的这个设定不足。所以我这时候还是要再一次的麻烦我们所有的长辈。我知道 FB 很好用，我也是用 FB， 我也用 LINE， 但是它都可以开设隐私权，有一个隐私权的空间，不会用没关系。我不太确定我们能不能像去警察局找我们的这些警察哥哥叔叔们帮我们设定，可以，这绝对没有问题。哇，服务这么周到。为了要防止诈骗，我们警察这个一定会很乐意帮大家来做。真的，所以这样我们所有的长辈，我们提着一杯珍珠奶茶好了哈，我们到这个派出所找我们的这些警察哥哥们协助我们，包括你的 LINE， 如果被人家诈骗了，账号被诈骗，那你赶快去派出所报案，因为我的朋友也有这样被诈骗，然后来跟我借3万块，我笑爆了，我说这个人财力雄厚，怎么可能只跟我借3万块？好，那我就赶快打电话跟我这个朋友说，你是不是被诈骗？他说对，他已经好多朋友跟他说了。我说有没有人给钱了？他说有。对，然后他就问我说怎么办？我说赶快去派出所报案，然后请警察哥哥协助你救回你的账号，你这个账号是可以救的，对不对？对，是可以救的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副分局长在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的警察伯伯我们警察哥哥他们会协助我们开设我们的隐私权，那所以一样可以让你很安心的使用你的 FB， 那 LINE 也是，所以165打去了，他没办法帮你设定，教你也不会，没关系，附近的派出所去吧。没错。好，那我们最后30秒就要留给我们副分局长，跟大家再次提醒查证的重要性。好，那查证重要性就3步骤，一听接到可疑的电话，一听，2挂，3查证。那我们也建议这个民众这个手机可以下载所谓的这个 Whoscall 的一个 APP， 它可以初步帮民众来过滤这个诈骗的电话最后也欢迎民众就到我们的打诈仪表板这个来下载使用。是，它里面有所谓的诈骗的案例，或许会跟你现在正被诈骗的情况是一样的，然后就可以提醒你，这是诈骗，不要再受骗了。然后它也会把每个县市全国的一个诈骗的案件然后损失的金额、手法也可以跟大家来做说明，所以也建议大家下载这个打诈仪表板来在手机里面可以一个资讯来做查询。对，没错，那个非常的好用，我就有下载因为我常被这个诈骗之类的那当然我后面就不会上当了好，那今天非常感谢2位来宾，谢谢副分局长，谢谢主持人，谢谢张老师，谢谢大家。是真真假假之间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那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一起来提升我们现代人的媒体识读力，我们再会。